在咧新闻来关心这外籍移工的消息，为了要建立这个对外籍移工更加友善的这个上班环境，台南市政府劳工局今年特别针对外籍移工的权利甲职场安全，将于11月初4要办职安论坛，即马已经开始报名。台南市政府劳工局逐年拢会透过论坛的方式，呼吁大家重视劳工权益和职场安全。今年更加针对外籍移工伫11月初4开设劳权职安论坛，嘛邀请各界会使报名参加。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移工的部分在职场上发生职灾、发生意外，或是他的相关的劳工权益里面有些不周延的，所以我们利用10月4号，拜托专家学者来共同来探讨移工在台湾跟咱小竞这位拍拼相关这样的一个劳工权益。迄天的讲座嘛邀请总工会和事业单位来共同参加，透过讲座讲解，互来参加的劳工朋友了解各种权益，嘛提醒大家爱注意的安全项目。这3位都是我们在劳工的一个议题上，有关劳基法还有职安法的部分，有实务上的历练。台南市政府一直拢咧打造希望家园，其中劳工会使安心就业，都是一个大重点。即马透过办论坛的方式，让职场环境更加友善，嘛希望会使达成真好的效果。